2026一開局就非常之震撼啦！強勢嘅特朗普政府咧決定用 Real Food 救國，新嘅膳食指引一出咧，其實已經震撼咗成個營養學界啦。作為寵物營養師嘅我咧，都覺得非常之震撼喎。其實最中意嘅內容咧，就不外乎係今次改版嘅核心信息，就係食真正嘅食物啦。因為呢個健康嘅底層邏輯咧，其實喺所有嘅哺乳類動物身上咧都係通用嘅噃。咁 Trump 咧就救美國啦，我哋咧就要選擇救自己嘅毛孩啦。其實無論係人、貓定係狗，我哋嘅身體構造咧本身就冇預計要需要去處理一啲防腐劑啦、添加劑，又或者一啲高度加工嘅澱粉。當人類嘅食物都提倡用原形嘅食材，減少超加工嘅食品嘅時候，我哋係咪都要反思一下毛孩嘅飲食呢？現今世代咧，好多家長已經對加工糧習以為常，而其實入邊咧有好多會引致發炎嘅廉價油脂同埋填充物喺入邊嘅。為咗大家健康着想咧，不妨由下一餐開始，我哋一齊去分享一粒雞蛋、幾粒藍莓，同毛孩一齊去感受一下原型食材帶俾我哋嘅力量。如果你哋都想知道原型食材點樣可以配搭出寵物完整嘅營養嘅話咧，記得繼續 follow 我嘅頻道，我會繼續分享更多嘅資訊嘅。